欢迎收听6月25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界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诗篇71到72篇，与世代的公义有关。有一位长辈，他回想他小时候，他说：我小时候其实是一个蛮会为自己想的人，所以有什么好东西常常想到的是自己。很奇怪的，后来发现旁边的朋友一个一个的就离我而去，所以这样子的我觉得很苦恼，不知道怎么办。有一天晚上，我的爸爸就煮了2碗面，一碗面上面有一颗鸡蛋，而另外一碗面上面看起来什么都没有。爸爸就问我说你要吃哪一碗？那时候鸡蛋是十分珍贵的食物，除非逢年过节，不然很难吃到。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立刻就选了有鸡蛋的那一碗。但是事实上，我的选择是错误的。正当我很得意的吃完那颗鸡蛋的时候，我惊讶的发现，父亲那一碗面的碗底竟然藏着2颗鸡蛋。我觉得很后悔，觉得自己太心急。这时候父亲就对我微笑的说：孩子，你务必记住，眼睛看到的未必是真实的，想占别人便宜的人最终会吃大亏。第二天晚上，父亲又煮了2碗面。我们可以想象，这位父亲很有智慧哦。仍然是一碗面上有1颗鸡蛋，而另一碗面上看起来什么都没有。父亲就让我选择啦。这一次我学乖了，就选了那个面上面没有鸡蛋的那一碗，心想这鸡蛋就藏在这个面下面，没有看到的那一碗应该就2颗鸡蛋。结果我选了之后呢，就赶快拿起筷子要吃的时候，很快的令人失望碗除了清汤面，真的什么都没有。这时候父亲又意味深长的微笑对我说：孩子要记住，不要过分相信以往的经验，因为生活有时候也会欺骗你。你不用觉得难过，就当作是一次人生体验吧。这是在书上不一定能学到的东西。来到了第3天晚上，你猜到了，父亲又同样煮了2碗面，一样，一碗有1颗鸡蛋，而另外一碗看上去什么都没有。父亲让我先选，而这一次我决定跟父亲说：爸爸，你是长辈，又为我和家庭付出很多，那还是你先选吧。父亲就直接选了上面有1颗鸡蛋的那碗。我想剩下的那碗肯定没有鸡蛋，但你猜到了，父亲的爱就是这样，碗里面藏着2颗鸡蛋，就是那一碗看起来什么都没有的面。父亲抬起头就看着我说了：孩子，你千万要记住，当你为别人着想的时候，好运就会降临到你的头上。父亲的话让我们总是有许多的思考。借着这个邀请，2碗面3句话，他说这影响了他一生的决定和选择。今天的诗篇71到72篇，诗人以一位长者和父亲的角色，述说了他一生的恩典和期盼。他期盼的是他所经历到这位公义的主，不仅是在他的生命当中，不仅是在他衰老年迈的时候，也渴望透过国家君王的这样的角色。因为我们知道在72篇很有可能是大卫写的诗。大卫不是自己颂赞上帝，而是为他的儿子所罗门来祷告。他真实的知道，若是这君王按着上帝的公义来做事，所有的百姓都要因此来受惠。所以在今天71篇的祷告，一位年长者他祷告，
他祷告，他一生按着上帝的心意去行，他经历到在那个上主的公义里面，他被保守、被看顾。然而也在这样的当中，现在到他年迈衰老，他仍然有一个期盼，就是期盼主啊，帮助我不受现在的困境所害，而是在这当中再次来经历到你的公义。过去人将我看为是怪咖，因为我一直按着你的心意持守，但我很清楚的知道，遇见你是我一生最大的祝福。所以求主不要远离我，即使我老迈，求主帮助我，在我老迈的时候，仍然经历到从你来的安慰，经历到从你来的力量，使我仍然能够在我年老的时候，再次颂赞你的信实，再次的向这个诸天来述说你公义的作为。因为我深信公义的主让陷害我的人已经蒙羞，已经失败。在71篇讲到许多年长者的心声，觉得年长是不是就已经没有用了？觉得年长是不是就已经什么都结束了？然而诗人再一次透过诗篇的祷告，他恳求主帮助他，他也是赞美主对他一生的带领。他相信上主的公义仍然扶持他，他一生都走在主的赐福当中。来到了72篇诗篇，我们看见其实这也是一首这个登基诗，这君王诗，他也讲到了好像在预言一个公义的君王在祷告这个公义的君王，他能够以公义来行使他的权利，使百姓因着他来蒙福。在这一篇诗篇呢，很多人会说是大卫为所罗门的祷告在犹太传统呢，会将这首诗歌所描述的君王视为将来要出现的弥赛亚。那在这首诗歌里面就讲到了上帝把你的公正教导君王，求你赐给王子你的公义。所以我们就从这里会说是为所罗门即将当王祷告的，这样他就会以正义治理你的子民。在这里的重点是，当王长者、一般人君王，不管是谁，只要他是寻求上主的公义，他的影响力里面有从上主来的公义，所有人就会因此来蒙福，因此来被祝福。因为当王他以公义来治理的时候，72篇让我们看到一个很美好的画面，就是这个国家就会有和平，这个国家就会有在那些穷苦人身上会得到公平，就会在那些贫乏无助的人身上就会得到救援。在这段经文当中也继续讲到说，愿这样的王呢，他是一位让周边的国家因着他按着上帝的公义来治理的时候，周边的国家就会来降服在他的面前。因为他们其实不只是降服王啦，而是降服在这位王所信靠的上主。这对我们来说，特别在近期国际的局势，我们真的要来祷告，因为我们真实的知道，公义不是人自己能给，而是只有这位全知的主，他能够带领我们来经历。而当我们愿意按着他的公义来去行事，来去判断，来去持守的时候，即使在那个人看来是吃亏的时候，或许就像刚刚的故事来说，我们以主当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主是慈爱的主，他怎么不会将那好处赏赐给敬畏他的人呢？所以在今天我们要来祷告的时候世界牧师也要邀请你，可以与家人朋友来分享上主公义的作为，而且并为他祝福，领受跟你一样那个敬畏上主的智慧，恳求主帮助我们，就像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诗篇72篇17节，让我们的生命与这位主相关，与这位公义的主相关。在这一篇
诗篇里面，诗人这样祷告：愿他的名永垂不朽，愿他的声望如太阳长存，愿万国因他蒙福，愿万民为他祈福。看起来是好像在祝福这位王，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即使是王也是人，他的生命在世上是有限的。透过这样的诗篇，其实是要颂赞的更是这位公义的主，他才能让我们的生命经历那永恒的公义，使世世代代的子民因着认识他，因着人的见证，因着人活出公义的形象，让许多的人而蒙福。所以我们这时候要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特别要为台湾来祷告，为台湾的长者来祷告。主啊，你知道这接下来的世代是一个高龄化的世代，超高龄化的世代，但主啊，你却借着这些长者，他们过去经历你的经验，主，你扶持他们，使他们身体软弱的，主啊，在你的里面有真实的平安，甚至有真实的医治。主啊，我们也为他们所经历到那些美好的踪迹，美好的脚程，与主同行的见证，主啊，不断的继续向后人、向世人来见证。主啊，不是以我们的年纪来，以我们的身体来看我们的衰老，而是我们要看见主你赏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。主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也更是为台湾的局势来祷告。主，你深知我们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，我们所看到的是片面，但主你是全面，而且你掌管全地。但恳求主帮助我们，不是用自己的方法来去回应，而是我们寻求你从你来的智慧，帮助我们在全知中去做出判断。恳求主你来带领我们，因为你的视角才是真正能够带来这个世界和平的，才是真正能够带来这个世界有永恒生命的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恳求你保守台湾，更是保守整个国际的情势，使每一个国家寻求公义，寻求公义的行动，寻求公义的心肠。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，愿上主赐福你一生都有上主的公义保守，使你的生命如鹰展翅上腾。我是世界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